狼太打尖冇人睬，兩人霸大台。你呃人。上個禮拜場辯論認真精彩啊！金句夠精警，加埋網民嘅創意。你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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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呃人。除咗狂 loop 版，有冇覺得佢哋熟口熟面咁啊？撇頭可做大番薯，卡哇伊呢？連破壞之王都玩埋，呢個碌果然夠霸氣啊！笑料金句唔好俾佢停。由選委搞嘅第2場電視辯論，今晚7點半喺9展開播啦。當年政府續商業電台個牌嗰時候，你提出個縮短商台嘅牌，照時間用行政手段去打擊言論自由，呢種手法係好得人驚嘅。你叫香港人點會信你呢？討論應否硬推23條嘅時候，你有冇講過香港始終有一次要出動防暴隊同埋催淚彈嚟對付示威人士？有定冇？唐唐上次就爆咗2次泄，搞到 CY 流出第一滴汗，佢梗係死口唔認啦。有泛民選委講到明，今晚要 CY 交代清楚。而家牽涉在內嘅係一個禮拜之後有可能成為特首嘅人。如果佢真係講過要鎮壓23條嘅群眾，真係講過要喺商台頭上加把刀，你要捱佢5年㗎。工黨嘅李卓人準備後日喺立法會提出，係咪用權力及特權法叫政府公開當年會議記錄？透過可能係立法會嘅權力特權法案，傳召呢啲嘅證人講出嘅事實，或者係透過廉政公署嘅調查揾出嘅事實，然後先至我哋都知道個事實嘅情況。而一眾捲入黑金飯局嘅鄉事派今晚都會到場，其中一個主角梁福元就話：啲醜聞大班人問啦，唔使佢開口。唐唐無啦啦攞翻23條出嚟講，即時點中民建聯4月。有分析話，如果民建聯公開撐 CY，就會有位俾泛民入，影響9月立法會選情啊！唉，兩個都係爛橙，倒不如支持最清白嘅仁哥啦。大戰前夕 ，CY 一定好頭痛啦。不過你就見到佢老婆同個女去翡翠拉麵醫肚，仲問都唔問就衝咗入去搶卡位，知道冇就出翻嚟。冇位唯有等下啦，點知仲係咁同個女餓，跟住嗰頭又話3位，連侍應都頂你唔住啦。唉，未做特首夫人都咁大支嘢，做咗仲得了嘅？